Hola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仔日的节目《西班牙大细事》。如果来到互你真中知识，带恁过一个咸水，顺续学西班牙语、Español 的时间啦。今仔日我要带大家同齐飞过1万外公里，为咱的台湾宝岛出发，去到澳洲南部遐有一个伊比利半岛顶悬的西班牙。咱台湾用西班牙语讲，就是台湾。西班牙就是 España， 因到底是一个啥物款迷人的国家呢？行，我带恁到阵来看卖。第一部分，我就是要来带恁去看西班牙的风俗，佮有因平常时生活的习惯。头起先，大家拢知影，伫咧台湾，咱上爱的色就是当代表万年富贵，互你增加了袂掉的红色啦。其实，西班牙人嘛和咱台湾人同款。认为红色是一个当互因好运、佮有好代志的色，红色就是 rojo。另外，伊嘛佮认为黄色是会当代表高贵，佮有光明、佮乐观。黄色就是 amarillo。因认为讲红色佮黄色这两个色是会当互因好运的色，所以你看，和西班牙国旗嘛是用 rojo 佮 amarillo 这两个色斗阵起来的哦。刷落来，恁敢知西班牙人其实嘛和咱台湾人同款，是一个足有热情来招待人客的民族哦。除了平常时真介意邀请亲戚50来厝内底泡茶开讲，厝就是casa萨。因对外国来观光客嘛真友善哦，就甲你当作家己的好朋友同款。所以讲，你若是有唔知影的路，甲伊问，基本上伊拢会足热情的甲你讲哦。所以讲你嘛会使主动和因交流开讲，相信因一定会大大方方，而且足热情的甲你讲哦。不过，你和西班牙人约会见面，你千万唔好话到，因是足重视时间的人，而且因认为有准时的人才是有信用的人哦。另外，西班牙过年爱食葡萄，葡萄就是乌巴。这是西班牙一个足特别的过年传统哦。逐年过年12点的时间一到，因到店的顶仔车就会开始动。顶仔车若动一摆，因就要食1粒葡萄，所以拢总爱食12粒葡萄。安尼新的一年才会当平安顺利。新的一年就是 Año Nuevo。第二部分就是要来讲，伫咧西班牙文化当中，你爱注意的礼貌。首先，咱若是去西班牙的餐厅食饭，因有互服务生收费的习惯。餐厅用西班牙语来讲就是 restaurante， 食饭就是 comer， 若是收费就是 propina。因服务咱随意，不管食少，咱一定爱互人。无，你若是连一声互因拢无互人，伫遐是足无尊重服务生的代志哦。刷落来咧，伫咧台湾，咱大部分的信仰是佛教甲道教，所以阮会定定去庙仔内底拜拜，所以嘛会当讲，咱的心伫遐会较安定。毋过伫咧西班牙，因的国教是天主教，所以教堂甲教会是因平常时生活足重要的所在。不管是喜事还是丧事，等等人生大事，拢会伫咧教堂内底举办。教堂用西班牙语来讲就是 iglesia， 但是这个人生大事通常你爱伫咱拜日这天，特别是13号拜日，因为对西班牙的人来讲，13号拜日是歹过掉的日子咯。拜日就是 martes。上尾咱要安怎和西班牙的人相接问呢？其实，握手才是西班牙人和第一摆见面的人拍招呼的方式。握手就是dar la mano。若是讲是家己足熟悉的朋友amigo拍招呼的时阵呢，因就为面甲你亲一个，还是揽一个。所以你去西班牙耍的时阵，爱特别注意哦，唔好一开始就要甲人亲一个揽一个，无因会感觉哎哟你足奇怪的。第三部分，咱要来讨论的就是西班牙的神秘禁忌哦。
经无记食饱的字，不过你敢知西班牙会当讲是规个欧洲内底上迷信的国家哦。首先，菊花 Crisantemo 伫咧西班牙的文化当中有个死翘翘，佫会一直甲你带水的意思哦。伫咧西班牙语内底 ，muerte 就是过身的意思。所以啊，你送礼千万唔通送菊花，千万唔通白目到有春哦。刷落来咧，对西班牙的人来讲，镜是一种会当看到未来，而且佫有魔力的物件。镜就是 espejo， 若是甲镜拍破去，就会互你随1年遐久。虽然你会感觉足寒的，不过建议你还是莫天气较好哦。上尾，咱拢知斗牛是西班牙一个最有名的比赛性运动，嘛是全部西班牙人最少的活动哦。斗牛就是 Corrida de Toros。斗牛已经有真久的历史啊，伊伫咧西班牙的心目中有最重要的地位。虽然这个活动会常常忌讳受伤，嘛常常互人批评讲伤过残忍、佫危险。不过，伫咧西班牙的人面头前，你绝对袂当讲任何斗牛活动的歹话，因为这对因来讲是最无尊重的哦。伫节目的上下尾，互咱来同齐溜一个今仔日学到的西班牙语的意思哦。西班牙语 Español， 台湾 Taiwan， 西班牙 España， 红色 rojo， 黄色 amarillo， 厝 casa， 核桃 uva， 新年 año nuevo， 餐厅 restaurante， 食饭 comer， 收费 propina， 庙 templo， 教堂 iglesia， 拜字 martes， 金 beso， 人 abrazo， 握手 dar la mano， 朋友 amigo， 菊花 Crisantemo， 过身 muerte， 镜 espejo， 斗牛 Corrida de Toros。以上就是咱今仔日的节目《西班牙大小事》，多谢你的收看，咱有缘再相会 ，Gracias，Adiós。